人爱行棋，有人爱钓鱼，有人爱食咸，嘛要特别注意，因为食咸食伤过济，卡使本身若是有下骨的问题，可能就会无命。南投一个30岁姓的查甫人，本身就有下骨喘嗽的症头，逐顿拢爱食咸，进前和因某日咧面点食面，因为日咧面掺半碗咸球仔酱，无想到3更暝半困到一半，雄雄歹喘气，赶紧把人送去病院插管，该在上尾为生死门该救倒转来。 真侪人食物件拢爱掺咸的，不过若是一碗面掺半碗的咸椒啊，安尼敢袂伤咸？太夸张了，这面他如果吃不下，连面都浪费掉了啊，而且对身体也不好。南投有一个原本就有下骨喘的这个30岁姓黄的查甫人，伊差不多是逐顿食物件拢爱掺咸的。进前伊和因某伫个这个路边摊食面，煞伫个面内底掺半碗的咸椒仔酱，想袂到到半暝的时阵，伊煞雄雄感觉喘气真艰苦，厝内的人佫紧甲送去病院急救。经过这个插管的治疗，家在已经脱离险境，无性命的危险，嘛已经好啊出院啊。服用辣椒本身虽然容易诱发，其实也牵涉到它使用这个辣椒或者辣椒酱里面是不是有其他附加的，比如说食用色素啊，或者是一些调和剂啊、一些添味剂这些成分，也有它本身也是会诱发气喘容易发作的一个因素。医生讲，这个姓黄的查甫人爱食咸。 再来致使这个急性的下骨喘压起来。若是讲本来就带有这个病母的患者，去接触到酒精、咸椒啊，这有刺激性的食物，安尼就较会去刺激到咱气管内底的内膜，致使会加嗽、大心悸、心肝头扎扎，较严重的时阵，还佫有性命的危险。所以建议患者讲，要是爱食较清的物件，生活嘛爱较正常咧，还佫爱避免这个过敏原的刺激，定期来做检查，照时间来食药啊，安尼才会当来控制病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